十里姑娘听见自家穷举铿锵大人，开心得不得了，那么可以闹混着。说到军师啊，海里唱吧，崔知书的夫人买，不能马上就唱，那一个字听，闹混闹不脱。背要去请小家来要一道来，娘里都下来听一听，所有内在闹混里都不白话好讲。哦哟，到底军师有道理。那么马上关着两个舞队，去请老爷替子小家来，两个舞队忙着外头去请。是。高某，而今听到人的人上飞到西，你把道人准备起来。是。哦哟，姑娘真厉害，非得自家听唱的大人，而且还要去请两个听客嘞。哎呀，放清楚你的，看上去金家的大人唱夫人公子，做什么来想呢？功夫来到给他看见我唱大人也气煞，别叫听见我唱大人也哭煞个样，还是看上去大人唱夫人公子。不过刚就一想没，还为的事情劝一劝个，别叫他功夫才不大给他来个，他是里头不大给他来，我马上去也唱大人。那么谁讲？让我准备做到预备赴会。他是里头来的，我就不唱；他是里头不大给他来，我马上就也唱到人。所以发听啪，御动几杯，挪一挪哈，嚓，砰砰，嚓，砰砰，让给他自己当那响，都去，都来。几杯钱，与同行。文章拿出来才是，但是今朝叫我唱大人，我倒不会。怎么那还弄法呢？一想呢，哟，想说了，想啥子？只被我吃尽个当口，谁好不就好好当忙，今朝我们太平长天法。至少呢，我也想拿娘接到给他想样来。凡想不到，在这红头太平长市场里一口空是一娘分的样子。我随门隔壁乡里，我娘的烧个上火去，那么里头就告诉我，虽然我娘去年3个初8动身，已经带给到襄阳来着。所以我回到手浪向，因为天气娘家可压可，那么我身边边2师徒，一个叫本景，一个叫武景。咋怕我这样哭坏身体，所以唱蹦蹦唱大人不我听，所以我晓得哦，
唱大人心老下要大事大悲，水老下要弄与动俱备。但是当时听是听，这个腔调的音量记得不大深圳。不过这个歌词呢，我会记得蛮清爽。3个是一句，有12几句；5个是一句，有12几句；7个是一句，还有12几句。那么记头确定记不大清爽，我按照这个歌词打2只大人出来唱唱，看上去并不为难。分金宝鸡狗一球。892年头，想工人卖弄艺术，谁有讲实个？今朝我放清上给他唱大人，还活得像罗里一个工人了。一想，哟，又不年了，我又不得不一老，英俊发草上西边，我又不得。相好，我又不得老地里背狗送背金钱走，我又不得因为你把刀去失眠，我又不得神又好，金子玉别梨花落，我又不得。张良头狗一撮是云我是贼人耳目为游戏，谁为金家做事善？大清毕竟上有之才。那给他紫薇大拉像2个秋子一对门，已经打下2只大人，一只大人是唱心中姑娘，心中姑娘十分以为摘因自家，而且记自家还是个性命。另外一只我方清姑娘，方清姑娘势力还是只还是有势力，这样来一个对比，我看那姑娘受了让阿受。对了，法庭等着2只大人打下之后，啪，与动俱备，不必放一放下那浪等。他是功夫的别家来到给他，我不是不唱大人；他是你都不到给他来，我马上就要唱到人。那么的浪等，2个屋头的已经来回复着。禀夫人，来要幸福啊！去呀！李主席家真是来一位幸不着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倒想想看呢，来要给这这样一种女性，还有一个面孔出来见来夫人的呀，所以不面孔见那么半笼子。来一幸不着。一幸不着。谢几年。谢家夫我来。去呀！衣服归我说之外。来一幸不着，真是谢鸡鱼不晓得呀。谢家是给身体发汗，累于运动了，所以不我来。不过谢家自家没不我来，怕这个代表来着呀。啊？上头我有个代表来了，哪一个啊？蔡平。现在让他平门对，阿爷叫你出来嘛。没，我自家不能做主，我要到军师商量。是的，军师啊，让新人幸福上，能身体不大好，不下来。现在蔡平代表，难看阿带得牢。加上来夫人，蔡平带得牢个。你非但可以代表三家，外加还可以代表南阳。你到三家头是一党，才是几党，有你是中人个。既然如此，海里翻出来，都太过一把。阿爷什么让我的过去？那是大门人开心啊！哈哈，李昌大人许后老婚，是。公哦，而今听唱道人的人已经到齐，你把道人唱起来。是。父亲心里想开心啊！
既然来让你的笔条不得给他来，我马上随口一唱的人。所以答应一声，啪，如同前辈水里向风一风哈，嚓，嘣嘣，嚓，嘣嘣，让给他子女大王像两个球子一对，忙正姑娘美人一类。公公大人，相遇北的道人，乃与胸中不长的志气，要告平公呀！什么呢？李昌大人为志气了？什么志气呀？我不长，素人以鱼水之罪；我不长，还信以用人之良；我不长，后月乃有水之国；我不长，女寡乃神之邦。立个志气，故人出身贫穷不昌，国家大事不昌。你唱是什么？我唱的是青山绿水之地，清风明月之乡。一出道人心肠大，三生既悲云一样，非百岁美人托梨花雨石上。公公大人受此相机，实是不当。你唱的是青山绿水，今朝我姑娘能够听你唱大人，你觉得礼上费劲。呀呀！你弹奏唱了烈日地沟，做姑娘再受乐器也听不懂的。你只顾把青山绿水、清风明月唱起来。是。父亲答应一声，嚓，嘣嘣，嚓，嘣嘣，让给他子弟当老像三个球子一对，忙正姑娘美人一来。也来个人。做什么？公公大人，像我们道人中，乃与三不长的规模，要告平公呀。方才是那个志气，现在道人当中的规矩，逢着这个三桩事体，道人不能唱的，不只能喊三桩，也不唱。既送奉启禀之神，不唱；而不唱。既方为根本之神。不唱，这三不唱，既没定天亮之神，越发的不唱了。你这道人不要唱了。为什么？这三桩都是我周姑娘一身的毛病。我有你的是凭是得知。哎，放清楚你的，一至生意不是个外头特做啊。那么这样参决的来生意法门，再去来里走来吧。公公大人，为好啊，为好。想虽是所谓道人的世界，他说道：世上女妇众多，故而虽与虽不长，倒位于虽放浪。总这个虎头舌头多啊！为三放浪，放浪因以夫居夫所，逢着这个三桩好唱个。怎样三放浪一放浪？即正方才说，甚可唱的。二放浪，只地女梦一口唱的。这三放浪，忙进公道一口唱的。妈妈，你听说不是？唱大人当中，看见长辈受了浪，好唱蛮好的。周姑娘口是里的阵仗，公公大人乃至当当阵仗，这个阵仗是一个阵仗，是样一个阵仗。哎呦，弄只酒会阵仗出来，口在阵仗，你把大人唱起来。是。方清答应一声，嚓，砰砰，嚓，砰砰，让给他子女大郎像三个球子一对，忙正姑娘美人一来。你到一来了噻。于是做什么？公公大人，像我们道人中的种类甚多，你公公大人为是要听以恩报恩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德报德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友报友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水报水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水报恩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友报德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德报友的道人，为是要听以恩报水的道人。这许多道人，你要听哪一等的道人？不得了，来自道人的大名叫了孩子，嚯哟，当非个道人了还。一套个字来清上恩德有水四个字，
你就是那讲我以仇报恩，以友报德，是我唔不良心，防为根本。那么今朝老公那个对，你只顾把以仇报恩，以友报德，夫无夫君，美人体谅，防为根本，势利小人，重夫欺兵，这是道人常来，诸姑娘都要听听。哎呦，委屈倒是厉害了嘿，我才讲了让我们前头呢，房请答应一声，嚓，嘣嘣，嚓，嘣嘣。那让给他紫薇大郎想几个秋子一对，忙正姑娘面前一礼。一得一来个在，又是什么？高某大人，想我在倡导人之前，内小事一曲，名叫这个题，可要听听。虎头蛇头都位于做狗体了，今朝王师王也要听个在，这个题的也要听听。是，神经有效，衣上灯，话动好绝配比神，多人姑娘施恩德，撇嘴开绕是随命，想当初开始经，千人没路登飞云。还是后宫早地配，这位姑娘不信心，这位姑娘不谨慎不信。小子做过体检了，我没什么啊。你为啥低配履历？因为我们姑娘不是贫穷姑娘，不信心，我们姑娘不近人情。盲门人这个辰光过后，跟那么吊起来，要想胖袋子，做你对妹军师讲的，要老婚不要让你大人出去，耐心点，你把大人插起来。是。放心，让给他紫地大王上插，砰砰，插，砰砰。等待两个秋子一对，忙正姑娘面前一礼。高某大人，到庭来了。洗耳恭听。是。
了。为什么？开看姑娘不心情，闭看姑娘不尽情。难道我把正义门中400万交在上里去恢复？我姑娘就不势利了，我姑娘就是好人了。我看你走差了泥头，走差了来路。我当你是一个没时运的绅士，原来是一个讨人厌的浪子。我不是的穷鬼。哎呦，方清你听啥么子？你要胖呆子母种去跟我动身子？你要莫在问我谁叫不客气。方清一声冷笑，哎，我你笑得后毛伶伶的呀，因我也好笑啊。我非笑旁人，乃是笑你公谋大人。笑我好来？我当你是一位依附于谁的姑娘，依在于世的夫人。哪知晓你只不过是一位美性的女子罢了。想当初身世贫穷，因而方是将你们一水提拔，而今方是穷了，你们甚至报恩的时知道了，你非得不报，为要将我送夫弃命，给出两门置我于死地。姑娘啊，姑娘，你休不想，那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，等到你公母大人死了之后，一本钱都带不到那王修路上，你只不过是养尸体一位谁人路罢了。等到你公母大人死了之后，那你有天子将你听到那你境内的这么一招啊，不要生出了你的面目，再将你听到那王相队上这么一放啊，哈哈，不要再查了你的来龙，这才是你失利人的报应。哎呦，到没得杀破了还呀，没得士兵不问啊，从军事里也没得何势力的啦。盲门人该个辰光过后，嘎啦啦吊起来嘛，当然发客气。我把你这个我不是的穷鬼。哎呦，发清看见盲门人这个吼，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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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自家点上来着。啊，你现在让动过后子，你要整个动过后呢，这里头要落成功子。听见你那骂我穷举，那么我谁弄穷举到头来呀？可的。哎呦呦，不给的，穷不是的我乖，当不起，你得客气来哇。10000空后来，手举精神非常什么？为何分入么啦？天生养出你这败将。吃人的苍白交在不问题，鸡就苏海，漂流后海是不对，失礼之类，穷鬼当不起也。想你是松林下草与后面木，一心还来，骆驼江湖来唱的，不心而为，想放家牛夫你这戏子弟，一心而归，我们沈家莫以你这好情，应有一配，标注出卡。想自己吃不你肉吃，本怎么发现的哈？来了啦，现在呢哈，皮呀松松，从今不许你再等。门为呀来来，穷鬼啊穷鬼，不给呀不给。我要气死噻！方清见姑娘到此结束。